是什么代志？紧讲。至今社中出妖魔，带断美心的头毛。阿爸当初可是真痛苦，伊要灭咱风俗心肝乌啊，心肝乌。胡言乱语太怪奇。并非你成龙献戏。妖魔到底在哪里？此怪正是你生的克星。华东，你讲什么？你是讲父王的亲生？是林亲生的。就是15皇帝啊！又搁是演你，想袂到这个阴阳，对家己的亲兄弟这么残忍。皇爷娘娘，你可唔知影原因嘛？这所有的皇子若是死，祖宗所留下的基业，就拢是伊的啊！好，李勇。摕掉15阿哥证件。是，摕。恁皇上15阿哥已经来啊。起来。是。李行叩见父皇。你也知影要来认罪？林梦丽，你3位皇兄是你想的吗？真是好武功啊！多谢父皇夸奖。放肆！真是责备你！父皇，因拢是我的皇兄，我但手皮嘛会当制服因3个人，更毋是武艺高强。父皇应该爱夸奖我才对啊！世家有理。多谢父皇夸奖。